今仔日冷空气有较减弱，干那爱注意今仔日甲明仔载早暗的温差会较大。有够这时啊，这高温有到20度至23度，是真温暖的好天气。高公局嘛讲，今仔日会是民众去佚佗的高峰，建议大家若要出门，就爱提早，而且就爱选择替代道路，嘛要注意国道部分的所在，伫咧下晡1点到6点会限制车顶上少的人数。 将会初三天气好，未少人早起就出门。气象署表示，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，所以气温会豆豆回转来。有切高雄以北甲东半部，伊是高温差不多是20到23度。啊，不过今日甲明仔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，日夜温差真大。 最低温的出现的地方是出现在新竹的峨眉，是只有3.3度的一个温度哦。那我们特别提醒，像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些辐射冷却作用的影响。那我们特别提醒，像是在台南以北、宜兰花莲以及金门的局部地区，还是会有一些10度以下低温发生的机会。那甚至在竹苗地区，可能会有6度左右的一个低温出现哦。出门佚佗，除了爱注意天气，也爱看路况。 高公局有讲，初三国道可能会有真侪所在塞车，包含国一杨梅到新竹、西里到保险、国三头城到关西、竹山到中兴，还有港澳南港系统头城，还有宜兰到平哪这路段。我们预估今天全日的交通量会来到135百万车公里。那今天呢，会以北向的车流为主哦。我们看到国道5号雪隧北向的通过量呢，截至上午9点，大约是11000辆次哦。 相较于109年的同期，大约增加了23%。高公局表示，因为初三是吹7度的高峰期，所以建议民众应该行替代道路。下晡1点到6点，分别在国一下行系统头份、国三关线系统竹南，还有港澳苏河路东上班入口，会有高承载管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